道统。对，就是啊，等于是佛门到六祖的时候啊，就已经终止了。那接着以后啊，就是儒家应运。但是他那个马祖道一，他还传的都是传儒家的那个传法，佛家的传法，那六祖给他的。在那个时机呀，因为就是延续呀，那个整个佛门下来的一些，大家都很熟悉的啦。你另外要用新的那个儒家的思想来教育的话，还要经过一段长时间啦。那一般他已经拢修啊熟，你要个叫换内容大概就接受不来。所以到我们最近才经过间隔1000年以后啊，我们才真的儒家应运才翻过来。这个是一个等于是一个先征兆，有这个已经上面有这个意识，慢慢的就呈现。他先把这个说出来，先说而后应就是这样。好，请说。喝啊。对。对。那我现在把这手砍下来以后，请问这是谁的决心吗？你砍下来的那一段那一段没有了。可是，对呀。可是你的佛性还在没有砍下来那里面还在。我一起砍到剩下什么时候，那个佛性还在？你全部你都全部分尸全部都已经没有一个健全的器官可以分辨了，佛性还在。虚空。那个是我们有生生下凡尘有现象以后啊，它寄托在我们身是寄托的。你身的身体不给它用它离开我们身，回到虚空。只要还有一点点吗？还是在那一边吗？因为我们要了解到那个佛性不会说留下一点点在你那个有形的身上，是要你有那个生命在它佛性才会在因为身体的4大假合它要借着佛性才有所动作了。你身体都不给它用了它就离开了，不在身上了。还有吗？还2分钟。那印度人，15天洗一次澡，那个天气那么热，是他们多佛性搬家还是佛陀有特别的用意？因为那个佛陀他制定戒律啦，所以老前也蛮这个就是遵照那个古时候的。他说在大陆他有办法每一天洗澡，所以那么几个那些拢无洗，嘛是不爱过。所以他说那个是一种训练，就是修道的训练啦，训练修道。你安规身骨痛咧教，你就安尼有度过。在我们共同的研讨。